总算来解决。想袂到阮救的人就是我。刘大姐，我错啊！我知我叫你留我生了好，刘大姐。我的可怜家，当倒转去。这拢是小龙的唔对，小龙是罪魁，这拢伊的主意的咧。这我知影，所以我才会救你。你知影小龙是倒位哇？小龙我唔知伫倒位，其实先分开了后，我就无搁联络着。你若是爱我，唔通落在迄个人的手中。罗子龙，我叫你走，迄个人是不是你后生？别管，小人救我跟你无关系。张顺龙，你一定要跟我行，你才我当保全着你的性命。别讲，你若我来，我就跟你拼。张顺龙，你敢知你后生为什么会要来救你？伊就是因为要害你，所以才来救你。我无相信，无这款代志。张顺龙，你已经中计啊！伊刘后生就是因为毋敢伫我面头前害你，所以才会先来救你。你一定要跟我行，你才有法保存着你的性命。哼！如今武林道上，血烧世界的威力无比，敢讲刘后生会惊你我百姓？看没有？张顺龙，你这是天理难容，最后倒当来报应。张顺龙，我要救你，但是你偏拢迄个死路伫咧行。小姐，我甲你通点心来啦。小姐，你若无趁小紧食，是会冷去呢。我哪会食落去？咱离开厝已经这么久啊，到这个时阵还阁找无伊个人，你叫我哪会袂着急嘞？小姐，姑爷伊是有责任在身的人，当然你住的所在是无一定，昨日咱敢是已经看到姑爷伊个人啊。看到有啥物路用呢？目一个年，伊个人又阁无看咧，想要甲伊叫一声，都拢袂赴。只要知影讲伊人是伫咧这镇上，咱早晚一定找到姑爷伊个人啊。咱只好伫这个镇上耐心甲伊等落去。小姐，点心伫要冷去啊，你也是紧食一束啊。你讲，哦，这个啦，这个查某就是杀死顾王因4个人的凶手。恁嘿，迄是阮亲耳听到的呢，啊嘛你家己亲嘴讲。恁是想要来掠我？嘿，杀人犯当然都爱掠咯。笨布头啊！啊你搁咧等啥？这应该爱掠动手啊！放肆！你敢知伊是啥物人？伊是啥物？小姐因。你自口。恁敢真是要来掠我心？姑娘，
非常的抱歉。既然有人来密告，阮就必须查一个清楚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就甲你来去见恁孙案大人。你叫做白凤珠，是，请问孙案大人，小女子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呢？我伊家己讲，伊迄死个人是伊杀的啊。兄，是阮前日听到的啊。你敢有证据？杀人必须要有证据呀。嘿，你家己亲嘴讲出来，迄都敢原来无算笑话咧。对啊，谁叫你遐尼搞话？原来孙案大人是遐尼啊容易就听信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所讲的话，就来随便掠人心。本官只是有几点疑问要请教姑娘，我并无讲你有罪。请教两字，小女子受当袂起，但是你派人对客栈将我掠来这个所在，这是事实。事关重大，所以本官不得不慎重处理。若有得罪之处，请姑娘多多包涵。大人，你客气了，有话请讲。姑娘请坐。谢大人。恁摕去。是。姑娘，你是对外地来？无毋对，昨暗拄到。姑娘为什么对本镇发生的命案这么清楚？因为我未来到本镇进前，早就有听人咧讲。那安尼，你为什么当肯定讲神秘剑客毋是杀人的凶手？因为我知影伊并无杀人，你捌迄个神秘剑客？捌或者是毋捌，甲杀人案无关啊。你大人，办案是袂当太过着急的，凡事一定要冷静、详细思考。你毋通因为讲本案与灵性有关，你就急甲失去理智，乱触无辜啊！大人，你要问的代志，大概拢已经问完啊吼。小女子会用顾事咯。慢车。大人，你有代志要问是？你来本镇何事？找人，找啥？事关机密，恕不放过。你对倒位来？惊啥？莫非你是要来找迄个神秘剑客？就算大人你聪明，小女子顾事咯。原来神秘剑客就是定时派来秘书。闪开！无见着兄台撇销身价，在下面哪会甘心呢？你后山封剑已经真久，你永远都无机会通我看。兄台无用剑，迄若安尼是孤红顶因死的人，是安怎？哪会来死？这就爱问你哦。问我？
无毋对，确实我有承认过讲，遐个人是我杀的无毋对，也毋过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你若无杀人，为什么家己要去承认讲你是一个侵犯呢？搁再讲，你有啥物计划？啥人都袂当相信讲你毋是为着这个争夺天下第一剑而来，替我伫咧拄条手哩。我也无法度通好强求你相信。如果你若要了无毋对，要我所判断的也正确，确实是一件真不幸的代志。不幸有幸，讲你是拢无地带。我希望讲你毋通亲像伊文不善的王世贵时时刻刻来伫我提醒。刘和尚，如果我若要了无毋对，又搁有人要分尸街头啊！洪椒，你先倒转去。无咯，大人，属下必须保护大人安全。我要甲伊一人单独去暗访，有你伫咧身躯边，我看倒转无方便，你先转去。是。死者乃昆仑山张顺宏，甲伊孤峰顶死的人是同款，一见毙命啊！知影？以比这个猜测，香水江一人就是一位神秘的剑客。大人，以下官之见，咱必须倾全力逮捕神秘的剑客。毋知大人意下如何呢？好，你先提去。下官可提。目椒，在，送孙大人。是。孙大人，请。是的。
毋是有伤心的代志，是袂轻易来流目屎？是毋是为着张顺宏逼杀之事，一连串发生5条的命案，而且死者拢是何三兄的手里，你袂用无积极去查出凶手？凶手若是无早日抓着，何三兄的罪嫌是愈来愈重，你知无？水春，你想凶手的是啥物人？迄个神秘剑客，敢讲毋是真凶？伊无可能是真凶。那安尼，伊为虾米要自认杀人呢？我药若是无误着，神秘剑客自认杀人，一定是另外一个计策。计策？这我就毋捌啦。伊的用意何在？伊是朝廷的秘书，是派来敢是你办案的？那安尼，杀人的凶手，毋就正是何三兄？是真实的。真是，是我亲目睭看到，我看到的他是张春龙。就连一个我都唔肯放，最后的重要啊，所人受啊拢啊。如果再死一个，就来忘妻无情这代。以为风，刘国德因文不守信，无见到国下的辟谣神剑，叫在下要哪会甘心呢？刘和尚，你是爱我等到什么时阵？敢讲一定要等到伊受狼死？
伊永远就等袂着。刘和尚，顾下，我已经来讲过真侪摆，我已经退出江湖，袂搁再用剑。袂搁再用剑。也若安尼，张顺风是安怎死的？敢讲伊是食烧酒醉，家己去磕头自尽？这嘛无可能啊！我袂明白你即马伫讲啥物。袂明白。刘和尚，真人的面前莫讲假话。古凤因死的人，还佫有张顺凤，拢是江湖道上一流的高手，会当一剑将因置死地。除了撇小身剑以外，别无可能。令弟是巡案代理，伊必须爱侦破此案。你栽培令弟，会当有今仔日的成就，你就免个再来毁灭着伊的前程。刘和尚，有人要来找你啊！阿兄，小弟有了梦着，你可能伫阿嫂的梦中。你是来要了小弟毋敢，我只想讲要请阿兄你来去公衙一转。